美國同伊朗嘅和平協議好大機會就快啲啦，哈哈！特朗普今日開咗內閣會議，全面評估同決定究竟要唔要做呢件事。而呢個協議咁難點喺邊度呢？呢個就係今日帶俾大家嘅第一個討論話題。尋晚咧，德州初選完咗啦，川普陣營咧又係大勝，唔止大勝，仲係全勝添。共和黨而家慢慢變成所謂嘅川普共和黨，咁到底係咩情況？對未來美國政治又會有咩影響呢？跟住仲有一樣嘢就係馬斯克嘅 SpaceX 準備上市，美國軍方嘅關鍵時刻俾馬斯克敲咗一筆竹槓，即係話馬斯克嘅緊要關頭揾咗軍方一筆，呢筆竹槓如果敲得成，對 SpaceX 上市會有好大幫助嘅。咁所以就等住喺6月22號睇下美國歷史上甚至全球歷史上最大型嘅上市事件會點發生。另外，川普都差唔多去做咗體檢，總統到底有幾健康啊？簡直係挑戰醫學常識，咩情況先算好呢？歡迎收睇由方偉帶俾你嘅 Good Morning America 好早安美國節目。YouTube 嘅觀眾朋友，你哋好！希望之聲矽谷調頻961嘅聽眾朋友，大家好啊！如果你第一次睇到方法時間，歡迎訂閱加入我哋，每日節目一有更新，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掌握到重要新聞同埋深入分析。都歡迎我哋嘅老朋友幫手分享節目，等更多關心時事嘅華人朋友可以用唔同角度去羅世界啦。至於唔識點訂閱嘅朋友，其實你只要有個 Gmail 係咪？有個 Gmail 賬號就可以登入 YouTube， 咁你就可以訂閱、留言等等啦。好，咁我哋而家直入正題。美國同伊朗嘅協議話接近完成，咩情況呢？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三，即係今日會喺白宮召開高級顧問會議，好大機會今日已經開緊會啦。其實唔止高級顧問，係內閣會議嚟嘅。咁討論咗咩呢？討論好多嘅呢樣嗰樣嘢啦。總之就係講最近政府取得嘅成果啦，包括經濟同埋中小企政策、消除詐騙工作小組嘅進展，仲有外交政策嘅最新情況。呢啲都冇錯嘅。不過呢，紐約郵報就指出，伊朗核協議，即係伊朗協議和平協議，究竟點樣？究竟要唔要決策執行？呢個先係今次會議最重要嘅內容。本身呢，今次原本係要去大圍營開會，你知啦，要去大圍營開會，去大圍營開會有咩特別之處呢？其實入邊真係有學問嘅。大家都知，特朗普自從第2屆上任以嚟呢，已經開咗11次嘅內閣會議嘅，全部都喺白宮開嘅。本來今日都係決定咗要去大圍營開會。我哋知大圍營呢係離白宮大約100公里嘅山區入邊一個營地。去1942年呢，羅斯福總統就喺呢個地方做總統咧，喺山入邊嘅休養地。嗰陣時佢叫呢個地方做香格里拉，即係話一個世外桃源嚟嘅意思，非常之靚。之後到羅斯福之後咧，就到艾森豪威爾總統啦。佢每2個月咧都會去一次，但係特朗普上任嘅16個月先去過一次咋。咁點解今次要將從來未試過喺白宮以外開嘅內閣會議搬去大圍營呢？其實背後有咁嘅學問，我本身都準備好同大家講，點知佢又話改變主意，話天氣唔好算啦，仲喺白宮開咋。所以呢個話題呢，我哋就暫時唔講住，以後有時間再同大家講下啦。大圍營有咩學問呢？好啦，預計所有內閣成員都會出席今日嘅會議，好大機會呢個會議而家就緊開緊，跟住呢，包括即將卸任嘅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都會出席。好啦，所以基本上咧，呢個會議顯然，我覺得伊朗嗰份協議，我有2個重點想同大家講下。第一，伊朗好明顯會點頭同意，話唔會發展核計劃，可能仲包括交出核廢料，但問題係淨係講口，行動上又唔停手點算。所以喺開會之前，總統、副總統曼斯就同美國 ABC， 唔好意思係 NBC 全國廣播公司講嘅。即係話喺對協議入邊，伊朗承諾唔研發核武器呢一條款充滿希望，但係最難搞嘅部分就係監督同執行嗰啲條款呢個部分。所以呢，曼斯講嘢同方偉講嘢都一樣，係咪先？我一直都講緊呢句說話，簽字就易啦，做唔做到就另一回事啦。所以對於伊朗呢個什葉派宗教政權嚟講，大敵當前。佢都可以簽完之後再算，呢個就係佢哋一貫嘅政策啦。至於美國嗰邊呢，國務卿盧比奧呢，佢尋日就話，川普總統想達成協議，但前提呢係要一份好協議，否則寧願喺協議。
即係翻譯翻就係傾得成就最好，傾唔成，美國都準備好隨時翻台重新開打。為咗呢份協議，川普總統尋日特登打電話俾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叫以軍而家唔好攻擊咗黎巴嫩嘅真主黨。以色列軍隊前日就打咗100幾個地方。點解呢？就係唔好破壞緊要關頭嘅美國伊朗談判啊！所以呢個就係對伊朗嘅和談咧，川普真係好重視。日前華爾街日報報道話，美國海軍已經恢復咗叫做 Freedom Project 自由航行計劃，喺霍爾木茲海喺為商船提供護航。不過美國中央司令部隨即就出文澄清，話佢呢回事相關嘅 Freedom Project 並冇恢復，美國而家都淪為商船護航。呢點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咧，有留心嘅觀眾朋友應該有留意到，當時撤翻 Freedom Project 嗰陣，都只係做咗3日啦，係咪？定係2日半、1日半咧？我都話未必會恢復啦。果然到而家都冇恢復啦，因為佢撤嗰陣連帶嘅設施都一齊撤走嘅。好啦，無論點都好，個原因係咩咧？我而家都覺得唔清楚。好明顯就係護航啦，呢樣嘢真係好吃力，風險又大。喺護航嗰日半入邊啦，美軍要對抗伊朗放出嚟嗰啲蚊子船隊，當時都打沉咗大約5、6隻船，係咪？我哋都記得啦。但無論點都好咧，呢件事都唔係咁易就開始咗，因為美國嘅軍艦實在太少，商船又太多。而家喺波斯灣入邊有1500隻船要出嚟，喺外邊可能仲有幾百隻船要入去，但係美國嘅軍艦加埋都只係得3到5艘啫。咁所以其實呢件事真係好吃力。好啦，咁係咪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停咗呢個叫做 Freedom Project 嘅？我就唔知啦。不過無論點都好，依家就係講緊和談。如果真係傾得掂，當然都唔使再搞咁多嘢啦。依家美國軍隊都仲係維持緊喺度。波斯灣嗰邊呢，即係外海啦，即係霍爾木茲海喺外邊嗰個叫做海上封鎖。依家已經最少有108隻船被命令掉頭，唔俾入去。無論係入嚟定係想出嚟都一樣。好啦，跟住同大家講一講啦，今日嘅重點新聞，川普又喺德州大勝，贏到咩程度呢？真係好誇張啊！講呢個之前，快啲同大家分享一個消息啦。有位觀眾朋友嘅爸爸88歲，啲人喺內地，喺膝頭關節唔舒服，成日都要坐住，仲要靠輪椅。醫生話年紀太大，冇咩辦法，最多只可以貼下膏藥嘅。咁就抱住最後一試嘅心態，買咗60支紅海參養生膠寄翻去，點知食咗一段時間之後，佢老豆嘅行動能力明顯改善嘅，成家人都驚喜到唔敢信啊！真係88歲喎，所以個女即刻又再買，係咪先？都好易明白啦。佢就話唔係唔知，係試過先知係好啲嘅嘢。咁呢啲都係真實嘅，呢個藍莓優品收到嘅真實故事，因為背後都有佢嘅營養邏輯，係一個完整嘅營養邏輯。因為紅海參入邊有3種關鍵成分，一種叫小分子膠原肽，第二就係維持關鍵結構，即係關節結構嘅核心原料，仲有就係多鏈硫酸軟骨素，仲有就係海參苷咧，支持細胞本身嘅完整性，即係知識修復。經過韓國專利嘅低溫酶解技術，呢啲成分可以令到呢啲野生紅海參處理完之後，佢嘅成分可以完整保留，甚至將佢大分子變成小分子化，令個身體可以吸收到。所以屋企有長輩關節唔靈活嘅朋友，特別係年紀大嘅，呢款韓國濟州島野生紅海參養生膠真係值得你認真考慮下。輸入方位優惠碼就可以享有85折優惠啊！再次向你推薦月度訂閱訂購計劃啦。第2個月就變成8折，佢買得時間越長，送嚟嗰就越多啦。提提大家，我哋都要做個聲明，每個人體質都唔同，關節感受都會有差異。呢個產品係營養補充品，唔係藥嚟嘅，所以你要自己試下佢先知啱唔啱你。好，下面講下德州初選啦。德州初選咁，特朗普當然都係預計之內啦，但係就睇下佢贏幾多，拉低嘅現任德州參議員科寧。好，選舉結果先同大家講下，科寧對手係德州而家嘅州總檢察長，又或者叫做州司法部長派克斯頓 Paxton。佢以64比36咁樣擊敗咗現任連任嘅4屆嘅資深聯邦參議員，叫做科寧，約翰科寧，跟住就係領先超過27%。
唔係武術隊，係64對36。呢個勝利唔單止終結咗科寧自2003年開始喺參議院嘅任期，更加關鍵係再次證明咗特朗普喺共和黨入邊嘅政治影響力有幾大。其實呢場選戰係德州歷史上最貴嘅初選，雙方總共花咗1億2千萬美金。大家都知佢90年代選一個參議員只係用1000萬。我記得好清楚，我啱啱喺美國嗰陣呢，就係嗰個時候。唔係啱啱喺美國，係2000年初選一個叫做聯邦參議員要用1000萬美金，所以而家變咗1億2700萬，仲只係初選咋。重點唔係淨係個總數字，呢個科寧同帕克斯頓嘅籌款咧叫私人個人籌款啦。咁科寧係3:1，跟住外邊注資去支持佢哋邊個？外面嘅獨立 PAC 獨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係9:1，跟住咧呢個係共和黨參議院委員會俾出嚟嘅錢，俾咗1300萬。佢就1300萬對0噶，所以咧雖然呢個1億2700萬入邊有1億1100萬全部都係科寧對手，帕克斯頓淨係得1600萬，所以咧呢個對比差唔多係10:1。結果雙方喺民調入邊都係打和，一個禮拜前都係打和。結果特朗普背書之後特朗普就讚呢個帕克斯頓係真正嘅邁克爾戰士啊！佢話科寧喺艱難時刻係個好人，但係佢艱難時刻對我支持唔夠。OK， 其實科寧佢彈劾過特朗普嘅，但係咧對於特朗普嘅司法案件或者大選立場，佢都會提出質疑。不過最終都係投票支持特朗普啊！但係咧特朗普覺得咁樣都未夠。即係話佢支持得好堅定，而呢個帕克斯頓呢，從頭到尾都係對特朗普非常支持，包括喺2020年大選之後嘅聯合同20幾個州，佢最高法院就所謂特朗普落選呢件事提出上訴，呢個就叫做話俾。咁所以呢，即係情況一路都係咁啦。特朗普講咗嘅2句說話，其實唔止2句啦，寫咗篇推文，簡單嚟講就係2個重點。第一，我全力支持帕克斯頓。第二，科寧都係好人，但係對我支持唔夠，一句說話就定咗大局。原本雙方民調打成平手，都係40% 對41%，結果變成64:34，等於係特朗普一句說話就決定咗成件事。咁所以帕克斯頓就話，自從我參與政治以嚟，從來未見過有咩 endorsement 背書比呢個更有影響力。即係話特朗普嘅背書簡直係 golden standard 黃金標準，佢支持邊個，邊個就上位。咁所以今次特朗普起碼到而家為止，已經背書嘅3個聯邦眾議員咧，全部都贏咗。初選贏咗，所以到而家為止，特朗普嘅初選入邊已經等於係換走咗3個共和黨嘅聯邦參議員。第一個係北卡羅來納州嘅 Tom Taylor， 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哋其實佢話選輸，基本上因為當初彈劾特朗普嗰陣投咗贊成票，所以自己主動退咗，唔再連任。大家都知做參議員，特別係你又唔係好老，基本上連任幾乎冇咩懸念。幾乎好少有咩懸念嘅，咁所以等於係中途自己鞠躬退場都知佢一定選唔翻。第二個呢，就係路易斯安那州，咁我哋之前講過嗰個比爾卡西迪，佢都俾人換嘅，因為有特朗普嘅背書，佢對手就贏嘅。第三個呢，就係約翰科寧，就係今日講嗰個，咁所以前面2位呢，都係彈劾過特朗普嘅參議員嘅，大家都知。參議員一般唔會換人，點解呢？就係因為個黨通常唔會換自己州嗰個參議員，因為第一呢個係執政優勢，準確嚟講就係在位優勢，即係 incumbency advantage，好容易贏嘅，唔使花好多競選經費嘅。如果你要重新選過，真係要落好多錢落去。第二呢，就係佢做參議員期間嘅社區積累咗好多人脈同支持，咁所以如果你輕易換床，就等於搞大龍鳳。所以呢。呢個 Tom Tillis 做咗12年 ，O'Cassidy 都做咗12年 ，John Cornyn 做咗24年，喺特朗普嗰個咩決定之下，全部都俾人換晒。所以另外一個好值得留意嘅，我之前都同大家報告過呢，就係肯塔基州嗰位眾議員，自由意志黨 Libertarian 喺托馬斯馬西，咁所以呢，佢哋全部都係喺自己選區長期有優勢，一定會贏嘅人。但係特朗普一個人就可以反轉局勢，將佢哋拉落馬。咁所以咧，咁樣落去會有咩後果咧？第一就係參議院會越嚟越變成所謂嘅村軍。第二咧就係喺佢半路俾人拉落馬嘅參議員，可能會變成某種
抵抗人士，甚至加入一個抵抗運動。咩意思呢？因為佢哋要換人啊，都要等到出年1月先換啊，出年1月3號先至正式換人。咁所以啦，喺呢個過程入邊，如果佢唔同川普合作嘅話，佢對川普嚟講就會有損失。咁你可能會問，有咩損失啊？點解咁講呢？就係話講到極端嘅，就可以話川普咩都通過唔到嘅，起碼喺明年1月之前，最少嘅有爭議嘅法案一個都過唔到。其實最有爭議嘅法案就得一個，就係每年都會有啲 Reconciliation Act， 即係對嘅法案。呢個對嘅法案就好似個大籃咁，咩都可以擺入去，只要簡單多數通過就得，唔使面對 filibuster libel。咁所以早前嗰個180億美元嘅所謂 Anti-Weaponization Act， 即係反武器化法案啦，咁樣一個撥款案就塞咗入去呢個對嘅法案啦。大家都知啦，共和黨內部就開始嘈交啦，基本上後來就放假翻屋企唔做噶啦。咁真係，但係我要同大家更正一下，唔係更正大家，更正我自己先。呢個180億美元嘅對佢資金其實已經批咗出嚟，司法部已經做咗，已經撥咗180億。特朗普又任命咗5個人做所謂嘅決策委員會啦，佢哋就已經開始去賠償，包括1月6號嗰啲被叫做咩被司法部追殺嘅人，嗰陣時聯邦檢察官都話就係要執法，非常嚴厲。呢個就係中共講嗰句從重從嚴處理啦，所以確實做啲嘢。好有可能做啲離過火嘅判決，你知啦，喺中國大陸講從重從嚴，全部都覺得好合理噶嘛。但佢美國，你話咩叫從重從嚴？不停寫得好清楚，法律都寫得清義楚。你要咩從重從嚴？根本冇呢回事。所以美國如果搞呢套，其實已經係離經叛道啦。好啦，無論點都好。18億已經播咗出嚟啦，咁你話18億都已經播咗出嚟，點解仲要咁對嘅法案入邊要共和黨議員去通過呢？就係想令到佢更加有法律依據啫。因為美國傳統憲法原則就係錢一定要由國會批出嚟，係咪先？聯邦政府只係負責使錢，至於點使就要同國會定落嚟嘅規矩，你唔可以自己話事點使。咁你而家批咗18億出嚟，你又搞個5人委員會，自己中意俾邊個就俾邊個嘅。呢個就係成件事嘅爭議點啦，但係呢，我再退一步講，其實呢件事好有趣，背後涉及一個好大嘅道德原則問題。你知唔知川普點樣攞到呢18億出嚟？咁首先就話我嘅稅表俾人非法泄露，令我蒙受巨大損失，所以呢，我就告國稅局啦。呢單係2個月前發生嘅事，告國稅局要賠我100億美金。咁大家聽到就覺得好搞笑，咩情況啊？總統告國稅局，總統告自己咁樣，跟住呢，特朗普就話好啦，2個月之後話我和解，100億美金都唔要啦，交換條件就係我同國稅局做個交換，仲有同司法部做交換條件，就係你要睇出18億嗰啲叫做 judgment fund 賠償金要俾取被迫害嘅市民，即係話特朗普話我俾人迫害咗，但係我唔要呢筆錢，不過我唔要嘅前提。交換條件就係司法部要攞出18億賠翻俾佢被追殺嘅市民。好啦，咁呢件事呢，當然啦，我尋日同大家講過啦，係有爭議嘅，有唔同嘅觀眾都俾咗唔同嘅意見。但係呢件事而家就係話，就算共和黨唔通過，喺對賬法案入邊唔通過，咁司法部呢筆錢其實已經開始發緊啦。咁發呢筆錢係咪犯法？係咪違憲呢？其實唔犯法，點解呢？因為已經有先例啦。大家知啦，喺1999年嗰陣呢，美國原住民即係 Native American Farmers 原住民嘅農民就向美國農業部提起咗一單訴訟，告農業部話咧喺貸款同補貼計劃入邊，佢哋俾人種族歧視。呢單案打咗12年，去到2011年喺奧巴馬任內達成和解，政府賠錢。咁結果點啊？原本呢單訴訟案其實得好少人參與，原告都只係得幾個人，但奧巴馬政府主動擴大範圍，話所有覺得自己俾人歧視嘅原住民農民都可以咁申請。即使佢哋去參加個訴訟呢，最後都有33000人申請啦。有啲申請人甚至根本已經唔做農夫，都可以睇到幾萬甚至幾十萬美金嘅賠償。當時一筆賠嘅，當時規定嘅和解基金係7億6千萬，結果後來實際支出遠遠高過呢個數，因為不斷有人走出嘅話，佢政府派錢啊，就係佢嘅意思啦。
所以當時咧呢單案都因為呢件事咧被共和黨人嚴重批評，認為嚴重違反咗國會掌管財政嘅憲法原則。就係今次共和黨又反對特朗普呢個做法，覺得等同於行政部門自己派錢俾自己嘅政治盟友，而且審查過程太寬鬆，好容易出現詐騙，仲要捉都捉唔到。所以大家都知道呢啲批評就係我尋日講過，係共和黨人對特朗普嘅批評。我想講咩意思呢？其實呢件事民主黨之前都做過嘅，依家只係輪到共和黨去做呢啲同 gerrymandering 劃分選區一樣，好似德州舊年開始重劃選區啦，就有人批評德州話共和黨咁樣唔啱，你點可以做嗰嘢唔道德嘅事啊？但係問題係民主黨已經做咗幾十年，共和黨一直都唔屑做，直到特朗普話要以牙還牙，以暴制暴。意思就要共和黨都要做，所以德州先開始做呢件事，同頭先講嗰個叫做 Anti-Weaponization Funding 嗰個法案係一樣嘅，呢個 Act 都係一回事。所以咧呢樣嘢就好有趣啦。其實仲有好似 Save America Act 都係一樣，就係話廢除 filibuster 係咪先？如果民主黨執政，佢哋一定會廢除，但係共和黨執政，我就唔會廢。點解呢？因為道德上過唔到自己。咁所以咧就約翰圖文就明確咁講咧，如果有人想偷架車，唔好用我把鎖匙。佢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有一日民主黨掌控國會，你要廢除 filibuster， 你自己去做，唔好喺我手上做。即係話我哋共和黨唔會做。你聽到係咩意思啊？即係話有啲無論係劃選區地圖定係頭先講嗰啲政治配額、政治性賠款，加埋 filibuster， 民主黨會做，因為可以睇到政治優勢。但共和黨就唔會做，因為佢覺得咁樣喺道德上唔得，唔好。咁去到特朗普時期呢，特朗普話共和黨都要做，但係共和黨內部唔肯做。你知唔知一直阻住佢哋都係共和黨人？點解要阻住呢？就係因為出於道德上對自己嘅要求，自我約束。咁所以你前幾日呢，你知啦，即係有位觀眾朋友寫咗句說話俾我，我當時都好有感觸。一直想回覆佢，不過我唔記得佢係邊個啦。大概意思就係話，佢就話方慧，你唔好批評托馬斯梅西。佢話我對佢非常佩服，佢嘅道德真係好，你係唔明嘅嘢。咁我哋回應啦，我覺得我明嘅，因為佢見到特朗普，佢哋一直都否定特朗普好多法案，原因就係佢見到特朗普嘅法案入邊有啲唔符合嘅道德原則嘅地方。佢就投反對票，唔理呢個效果對國家好唔好，但係呢，佢就話我要守住我作為一個美國公民嘅道德。你話點睇呢事？點睇托馬斯呢個叫做梅西啦？真係好有趣嘅一個話題。講真，我真係唔可以話佢啱定唔啱，因為佢真係出於自己嘅道德去做決定，係咪先？但係你知啦，中國孔子講過句說話，叫做窮則獨善其身，係咪？達則兼濟天下。咁如果你冇着重自己嘅修為，你咪唔好選國會議員咯。你自己做個市民，堅持做一個有道德原則嘅市民，俾大家做個榜樣，做個典範，咁都好啊。你點解要去選國會呢？去到國會只係浪費咗一票，甚至將票投咗去對面啊？係咪佢作為一個國會議員，只係堅守自己個人嘅道德，唔理國家嘅需要？佢係咪就係一個咁嘅 moral dilemma， 即係道德困境呢？咁你話大家覺得應該點做好呢？簡單嚟講，我喺度想發起一個叫做 public discourse， 即係公開辯論。我哋做個民調，大家同唔同意特朗普講咗呢個以火攻火嘅講法？呢種強硬做法呢，本來我係唔會咁做嘅，但係因為你咁做，結果搞到政治上有偏頗，咁我都照做。你係贊成呢種做法，定係你贊成托馬斯梅西？無論如何都唔做，唔理咩後果，我要確保自己做嘅嘢都係啱嘅。不如我哋做個民調好唔好呢？你覺得大家對特朗普呢種強硬做法係贊成定反對啦？我真係好想知大家點睇，好有趣。呢個就係所謂嘅兩難局面。我已經講咗3件事啦，話地圖、賠償金，仲有 filibuster 拉布呢啲事。呢啲咁嘅考驗喺特朗普執政期間會一再出現。點解會㗎？因為而家係兩黨對決，邊個都冇明顯優勢，啲人有清晰嘅勝算，但係國家或者政策都要向前行。
佢應該點做好？好啦，佢而家講翻，尋日特朗普大勝，唔單止係大勝，大家睇下，特朗普到而家已經贏咗118場選舉，即係話喺共和黨內部嘅初選，特朗普背書嘅9個參議員、101個眾議員，仲有8個州長，全部都贏晒。喺美國歷史上，以我所知，從來都冇試過有啲嘅成績。所以冇得出共和黨真係人心歸向特朗普，可以話而家嘅共和黨就等於特朗普黨，真係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呢，第三方嘅批評就話你可以贏共和黨，但係你會唔會輸咗中期選舉，甚至輸埋大選呢？因為咧，帕克斯頓贏咗之後咧，佢就會對決民主黨嘅候選人叫 James Talarico。Janice 而家就同佢對決緊。而家佢嘅民調係落後嘅，呢個就係點解共和黨參議院領袖 John Thune 佢唔開心，佢話你贏咗 Cornyn 有咩利嘅啫？如果你輸咗大選或者中期選舉，咪一樣嘅用咯。咁啊，等於竹籃打水一場空咯。Foley 其實係一個中間派嘅，咁啊對決嗰個人 Talarico 肯定會贏噶啦。你而家將 Foley 踢走，到時你自己輸嘅又點算啊？所以咧，呢個真係一個擔心，係咪好有趣？又係一個道德考驗，係咪先咧？真係幾有意思啊！大家都知，2022年上一次中期選舉，特朗普嗰陣時真係推咗好多人出嚟，結果大選全部輸晒，最後就淨係贏咗，差唔多得2個地方贏。Vance 贏咗入到參議院，跟住眾議院都贏咗，攞到少少多數，翻盤，令到強生可以上位。嗰陣時都未係強生，嗰陣時係邊個啊？嗰陣時係麥卡錫嘛，係嘛？但係其他嘢撐咗好多人，全部都輸晒，所以大家記唔記得嗰次真係川普真係好慘啊！川普嗰陣真係跌到谷底啊！就係嗰陣時德州州長德桑蒂斯先出嚟挑戰川普，大家記唔記得？但係最後都唔成功啦。佢自己差啲，連自己喺共和黨入邊嘅名聲都搞到冇晒，所以咧就係話唔係話你喺共和黨贏嘅初選，你大選就一定會贏，但係都唔係話一定會輸嘅，呢度有好多變數。所以咧，圖文就係以策略為主，係咪先？你唔好理原則啊，科林贏面大，我哋就冇科林。但川普就唔理呢啲，川普喺呢個意義上反而係以原則為主。我哋堅持佢哋，最堅持原則嘅就係帕克斯頓，就俾佢上到最後得唔得？我希望佢得，就係冇嘅意思。咁所以咧，其實入邊有好多因素啦。咁最後邊個會贏，到時都未必知嘅，有好多變數。但係其實有一個變數係咩咧？大家有冇諗過，或者有啲人同意我講咗呢個變數就係老天爺俾唔俾佢贏？